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6篇8到20节，创世纪第7章1到24节，使徒行传第27章13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明天过后。明天过后是一部在2004年上映，轰动全球的一部灾难片。片中描述了在天候变迁、寒冷侵袭全球，造成新冰河时期所带给人类的灾害。针对于全球的温室效应、大气层的破洞、极端气候的形成，近年来一直是热门的议题。圣经的记载中间有一个大洪水的事件，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也就是这2天以来我们所读的经文创世纪第7章所记载的挪亚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，大洪水时期还会再发生吗？按照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，上帝这个洪的立约应该是不会再发生的。但是如果人类继续的我行我素，不再重视环境的保护，温室效应继续的发展，极端气候继续的演下去，那么两极的冰原面积急速的缩小，大洪水时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。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网站讯息揭露，海平面的观测工作是从1850年就开始了。根据记录，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至少20公分，而上升的速度更从这个2000年起逐渐的加快。主要原因是燃烧化石燃料和煤炭和石油，排放大量温室气体，导致全球暖化。海平面若进一步上升，将冲击沿海居民的安危以及我们的生活。该组织又提出一个预期，他们说，根据2017年的评估，预测在这世纪以前，全球海平面将上升平均1.5公尺到2.5公尺，比之前预期的更高。但是在2021年发现2.5公尺的预估仅是较乐观的预测。根据预测，2040年前海平面将可能高升60公分，2050年以前则是90公分。拥有广大河流流域的国家如中国、印度和埃及，若是海平面升高了60到90公分，数千万人民将受到冲击。这表示可能爆发大量的难民，同时损失许多的农地。海平面若是上升60到90公分，已经是差不多超过一个成人的一半，甚至到2/3的升高了。这样的情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。若再加上遇到大雨不停，又这个月圆满潮的时候，情况的惨状
将更加的无法预料。创世纪第7章记载了当时候的情景。7天后，洪水泛滥大地。挪亚600岁的那一年2月17号，地下深渊的泉源都裂开，天空所有的水闸也都打开。倾盆大雨下了40昼夜。就在那一天，挪亚跟妻子、3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和媳妇都进了船。各种野兽、牲畜、爬虫和飞鸟也各按其类，成双成对的跟挪亚一起上了船。所有的动物都照着上帝的命令，雌雄一对对的上船。然后上主替挪亚关上了船门。洪水泛滥，连续40天，水往上涨，船也从地上浮了起来。水越涨越高，船就开始在水面上来飘荡。洪水淹没了大地，使天下所有最高的山峰都灭顶了。但是水继续的高涨，高过了山峰7公尺。地上所有的动物、飞鸟、牲畜、野兽、爬虫和人类都死光。地上一切有气息的生物都也死了。上主消灭地上一切的生物，人类、牲畜、爬虫和飞鸟，只有挪亚以及跟他在船里得以存活。洪水淹没大地150天。重点在于挪亚和家人，因为服从了上帝的旨意，因此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全。上主对挪亚说：“你跟你的全家的人都要进到船里，因为我发现这世代的人只有你行为正直。你要带牲畜进船，凡宗教礼仪规定的为洁净的，每一种雌雄7对；不洁净的每一种雌雄1对；鸟类每一种雌雄7对。就这样，各种牲畜、飞鸟得以保存，在地上传种。7天后，我要降大雨40昼夜，把我所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消灭。”挪亚遵照上主的命令，一一做了。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泛滥大地，他跟他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进到船里面，逃避洪水。按礼仪规定，为洁净和不洁净的各种牲畜、飞鸟、爬虫，也都照上帝的命令，雌雄一对对的跟挪亚上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新约，保罗被押解前往罗马的这个途中，虽然保罗在意那些押解他的人的性命，提醒了他们上帝的警告，但是可惜的是，他们充耳不闻，因此就遇到了船难。后来在保罗的规劝之下，他们终于顺服了。圣经记载，现在我劝你们放心，你们中间不会有人丧失性命，只是会损失这艘船。昨夜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差他的天使对我说：“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须站在皇帝面前，而且由于上帝的慈爱，
他已经定义保守所有跟你同船的人的性命，所以各位可以放心，相信上帝必定实现他对我说的话。不过我们会给漂到一个岛去，后来又漂流了几天，听从了保罗的指引，他们才全部的获救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保罗劝大家吃点东西。他说：“你们悬心焦虑，不吃不喝，已经14天了。所以我劝你们吃点东西，才能够支持下去。因为你们每一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失。”说了这话，保罗拿些面包，在大家的面前向上帝献上感谢，然后扒开来吃。大家都觉得放心，也吃了。我们同船的共有276人，大家吃饱后，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又把船上的麦子抛进海里。我们必须顺服上帝，尊重大自然，否则明天过后的灾难将会再度的临到。特别是基督徒，更应该要在爱环境、爱地球的事上尽心尽力，不但能够见证上帝，也更能够保全性命。诗篇66篇8到20节，万民啊，要颂赞我们的上帝，愿颂赞他的声音传遍四方。他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至于跌倒。上帝啊，你磨练我们，你考验我们，像银子经历了火的熬炼。你使我们掉进罗网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。你让仇敌践踏我们，你使我们经历洪水和烈火。但现在把我们安置在稳妥的地方。我要带烧化祭进入你的殿宇，我要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在患难中许下的愿，我要偿还。我要献上烧化的公羊，我要献上公牛山羊。烧祭生的香气上达云霄。敬畏上帝的人啊，都来听吧！我要述说他为我们所做的奇事。我向他求援，我也向他唱颂赞的歌。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，主一定不垂听。但上帝听见了，他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我要赞美上帝，因为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，也没有收回他永恒的爱。主啊，我们无法预估明天将会如何，但是我们只有在生命当中全心的倚靠你的保守。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，能够经历我们的死荫幽谷，得以进入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美地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